今日參加徒步節嘅最後一日，再加上搬旅館，所以重裝出發。韓國濟州牛來之路第10日，今日係徒步節嘅最後一日，但係咧係一個落雨的一天。坐咗接近1個鐘頭嘅車，抵達目的地，進入場館，同前2日一樣，都係人山人海，氣氛非常熱鬧。不過睇下有啲唔對勁，點解啲攤位風格同徒步節唔一樣嘅呢？頂，睇真啲，原來我去錯咗人哋嘅親子嘉年華。行過對面馬路先有揾到組織嘅感覺。啱啦，呢個先係徒步節嘅氣氛嚟㗎嘛。再一次浩浩蕩蕩咁出發，今日會行19段路嘅逆行。行咗冇耐，烏雲密布，毛毛細雨就咁落下。其實韓國天文台都好準，喺我出發前已經預計10日後嘅今日會落大雨。大家都紛紛將雨衣着上，五顏六色，都係一個幾特別嘅畫面。今日徒步嘅另外一個特色就係咁排隊，因為人太多，路太窄，所以係咁出現塞車嘅情況。就好似咁，係咁排，同係咁排，去到呢個位仲直頭停咗落嚟，唔知嘅話仲以為自己排緊珠穆朗瑪峰。終於排到上頂，回望一下大家先。咁啱呢排想食炸醬麵，中午時間喺附近揾咗一間有100年歷史嘅炸醬麵鋪頭。細個睇韓國綜藝，見到啲嘉賓主持都要爭食啲炸醬麵，就會覺得好過癮。炸醬麵有好多種，有韓式，有北京，有港式。我個人都係鍾意港式炸醬麵。嚟到徒步節嘅最後終點，原定安排會有好熱鬧嘅閉幕儀式，可惜天氣影響大家都紛紛離開。伴隨住富有韓國特色嘅儀仗隊離場，亦都代表今年嘅濟州牛來徒步節正式結束。拜拜，감사합니다。